娘子开门，开门啊！你是谁？是我虐死来了。哎呀，听说是虐死把门口，我心惊胆战问他笑。他真方才之言他听见，快来今日何难逃？开门，开门啊！请。请来见礼，家务常理，何必客气？请坐，随便坐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？我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。还好啊，还好。京东娘子王不见挂，夜阑人静，来此作甚？这位方才娘子过于有门，一夜不食就回得往来，我放心不下，故而特来请问娘子，不知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你守得多年，请回转私房安睡去吧。娘子，我方才敲门之时，听得娘子夺人在望，是言是语，不知讲些什么。我没有讲什么，我明明听见真什么有，娘子到底讲什么？我是在念经。念经？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念的是心经。心经？你念错了。真算念错了。没有念错，那请再念几句给我听听嘛。有他是夫人念经有看无心，念过嘛也就放弃了。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，让我来念给你听吧。我不要听。不要听，哼，我也得要念。要念回到你私房里去念。私房里只有念诗，在经嘛一定要在再往里念的。谁来听你的？你呀，一去不可。娘子听了啊。怪美男子娃娃穷，开闸门有谁引动就看得清。娘子听了啊。爹娘，爹娘。
为你心惊啊！我的娘子来自雨下，终究在院中很更大。想起我弟弟下真的，官居四盘皇家，在阴在眼见君王，穿着剑在无邦家，卷肩花恩四道旗。8月15我爹娘被血肉王杀，你做那我兄长下用你，因谁看清早才话，为求他人能生活，还呀有道菜我下用呀。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这些都是胡言乱语。好，我来念几句真正的经给你听吧。梁世龙啊，你在老人，骂你奸贼梁世龙，你不该仗势把权龙。上欺天子下压人，残害我心太凶。你可知斩草根为钱，一刀趁我兄妹各西东。可比官民来养活，我恨不能收拾你老金哟。娘子，这几句对不对呀？有年还有年，两生日啊，两生日。你不要再讲下去。好，我这一段不念，就念下一段吧。两牛叫啊，两牛叫。你可以商量，我要安在去了。安在晚上，我还有几句最好听的在后面呢。两牛死啊，两牛死。哪里不知两牛死？你往外说多生厌死，喜欢就请我不用，就算一年万相思。我嫁到你家为保证，要等夫妻重转世，有朝一日成了动我兄妹二人离了情，平凡今日两只龙，后战不言两生日，三山要小两日家，谁在冤家两日死。夏用呀，夏用呀！我弟弟爱你父母寸死不让，理该保证。我母亲祖无之恶，长死其人，也可赞得。我妹子无足非为，与无同谋，再也不悦。我两月是一非姊妹，二非同当，又不能带出了你今日也要杀我。幸亏今日被我知道，你就与我来去，到后头去见我母亲，与你父母生冤。官人。手中很有神。
家愿救生，难怪他对我冷如冰。3月来他从未吐过一夫情，想不到今日我也交关他人，见他长为我心不忍，我妻娘子诉衷情。今日的机会，哪有人大家欢笑常在心？花期佳子，庄主年老气不平，听娘子闻言细语，在酒情深。我平时对你多自然，你对我却是眼中钉。今日你话实是难相信，只怕你等保全只在亡国人。你要命，我要命，你无情，我也无情。我算是江山之子，少生心，快来快了王人心，我何必低声下气去求恨？娘若是生你把上辈呀加倍，我叫我自己能下来。娘子她当真动了气，万许设法去挽回。啥要好先微笑，好在夫妻之间无所谓。娘子，去见你母亲去呀！气不得！娘子，我刚才是我的开的玩笑的呀。我说真的是非不备，岂不为不动声色就去禀明母亲？又何必今日往来对你在讲你？他还在那里生气呢？no， 要是这下向你有礼了。哪里来的这许多道理哟？我在娘子受尽了，官人受求了。你大量了。母亲妹子都是你杀我救人，如今你身在我家，今后无需行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实被我母妹知道，岂无非笑。是谁？是我。
妹子，哥哥，敬重弟弟来信，母亲叫我送与哥哥看看。弟弟让我离开金京府司。哥哥，母亲之意，叫你今日长辈，明日同生。明日同生？是啊，母亲几次差你上京，你总太失时机晚上。如今弟弟又来信猜出了，讨上无量好意，弟弟生气起来，谁能代替呀？嫂嫂，请你替哥哥长辈迎账，不要为父母亲去了。娘子，留你一人在家，叫我是何放心啊！我想还是不去服侍了。夫人，你父母是自裁的，你若不去，只怕反要查出事。我想你去之后，我虽伪装留家，等你年纪用归再来接我，你看是何？是此甚好，那我明日临营之前，亲自先送你回去。